大家好，我係佛教黃竹蔭小學陳瑞良，咁係喺呢間學校裏邊已經擔任咗4年嘅校長。咁其實入咗行咧都超過20年啦。咁喺呢個時間裏邊做過唔同嘅學校啦，亦都係去過教育局工作一段嘅時間。咁後嚟發覺自己都係中意前線，所以咧幾年前就嚟咗呢度做校長，希望真正咁接觸小朋友。我諗其實有好多方面去嘗試去諗下啦。咁第一樣嘢就係小朋友自己個諗法先啦。第一樣嘢，補習對佢嚟講係咪一個佢自己需要嘅嘢？佢自己點睇自己學業成績？咁同家長對佢嗰個評估係有啲唔同嘅。咁佢覺得如果自己都滿足到呢個自己成績嘅時候，我哋家長要佢去做補習嘅時間咧，佢就會覺得有抗拒㗎啦。咁第二樣嘢，我相信小朋友係嗰個興趣啊，其實對個學習興趣究竟佢有冇咧？咁如果本身喺日常學校嘅學習興趣動機都一般嘅時候，咁如果我哋再喺課後裏邊再要佢去做一啲補習，咁其實對佢嚟講可能係一件苦差啦，因為其實佢揾唔到滿足感啊，咁變咗再俾佢去做呢件事嘅時候，一定會越做都係越散漫咯嚇，就好似真係好似啲經濟學所講啦，咁我哋啲滿足感係唔會越做得多就會有噶嘛，有陣時個滿足感係一個黃金嘅比例嚟嘅，咁我哋點樣可以幫小朋友喺學習上高揾一個黃金嘅比例咧？我覺得反而緊要嘅。咁另外第三樣嘢，可能小朋友喺個補習上高咧，佢會覺得係對佢興趣上高嘅一啲剝削嚇，因為家長就想佢有1個鐘或者2個鐘去補習，但係同時間佢原本嗰1-2個鐘咧，其實安排嘅係啲乜嘢咧？可能對佢嚟講就係嗰個成本啦嚇。原本佢可以去打波，原本佢可能去打機，甚至乎原本可以做一啲自由嘅時間嘅。咁但係當佢發現補習係剝削咗佢原本嗰個空間、嗰個選擇性嘅時間咧，咁佢對補習嗰樣嘢就已經起咗一種反感。而家小朋友係中意人哋聆聽佢嘅、聽佢嘅想法嘅，所以家長應該係真係要同佢好似好正式咁樣去傾偈啦、去溝通啦，甚至乎所謂家庭嘅會議啦，咁要有佢嘅參與喺裏邊，同佢去講清楚自己其實點解會想佢需要補習咧？補習嗰個期望會係啲乜嘢咧？甚至乎係嗰個目標啊！我補習究竟係要補幾耐嘅咧？係繼續由呢個譬如話3年班開始一路咁補到去6年班啦，定係其實去到某一個情況底下，爹哋媽咪會滿足咗我呢個補習之後個效果啦，咁佢就會可能有一個可以暫時停咗補習嘅可能性啦。呢個我相信家長不妨去同小朋友去傾一傾一啲相對短期嘅一啲目標同埋一啲期望俾佢，因為小朋友好容易感覺就係嗰樣嘢定咗落嚟咧，就改唔到嘅。如果對佢嚟講改唔到嗰樣嘢咧，佢其實個前設好容易係會抗拒，同埋佢揾唔到一個調整嘅空間或者希望嘅時間咧，對佢嚟講亦都會比較唔接受呢件事啦。我諗如果小朋友覺得補習係已經剝削咗佢嘅時間咧，我相信家長要諗嘅其實可能係一個獎罰嘅平衡嚟嘅嚇。如果佢覺得係罰，咁其實我哋點樣可以為之一個獎咧？咁首先就要同小朋友去了解啦。到底其實佢原本想做啲乜嘢，或者平時佢放學後佢有啲嘢想做，但我哋一路都冇時間去安排過，或者係容許小朋友去學習另外一啲嘢，或者佢總中意做嘅事啦。溝通過程裏邊可以不妨去問下小朋友，其實佢嗰個諗法咯，佢喺放學後嗰個空間上高，佢有冇一啲嘢想做啦？咁去嘗試攞個平衡，俾一啲鼓勵性嘅活動佢嚇。呢個鼓勵性活動當然係小朋友如果係樂意去做會更好啦。咁佢會覺得呢件事係1+1等於3嘅可能嘅。咁我相信佢對補習嗰個抗拒感咧係會減少。